機械人速遞第73個賽日，5月21號，跑馬地夜馬最新嘅飛數移動，設飛時間1740，開跑時間1840。上戰嘅飛數入圍成績，重飛提供7匹，入圍3匹；落飛提供14，入圍9；回飛提供10，入圍6。重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2場7號朗日雪峰標籤馬膽，全飛拉動4.8；第3場7號標之星球拉動7.45，力度5；第7場7號暴風之子全飛拉動2.9；第9場12號金牌活力標籤直播拉動5.48。落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1場6號有色光輝全飛拉動0.05； 10號盛世威風拉動1.68，力度5；第2場4號威威父子標籤高基拉動0.65；第3場1號論文拉動0.81； 4號東來欣賞標籤小心拉動0.01；第4場9號美麗歡聲標籤實力拉動0.46； 10號年年歡呼標籤實力拉動1.29；第5場1號萬眾開心拉動1.79，力度5； 6號精益大師標籤實力拉動0.93； 11號亮寶拉動2.24，力度5；第6場1號富國兄弟標籤直播拉動1.33，力度4；第7場5號安康萬里標籤馬膽拉動2.38，力度4；第8場6號佛亮老窩標籤小心拉動1.34，力度4； 12號哈羅威標籤馬膽拉動1.34，力度4。回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1場7號新力標籤古惑全飛拉動負4.24；第2場12號無敵精英拉動3.87；第3場6號風繼續吹標籤古惑拉動5.73； 8號神驅馬靈標籤高基拉動3.04；第5場2號胡椒軍曹拉動1.77； 9號生生勝利拉動1.1；第6場2號超強60標籤實力拉動1.53； 4號燭光晚餐拉動2；第7場6號樂勝天下標籤實力拉動1.95； 8號美麗邂逅標籤高基拉動1.67；第8場9號紅海勁拉動3.83；第9場1號天竺貓標籤直播拉動7.73； 5號巴閉哥拉動2.06。冷馬系列突擊馬，第2場7號朗日雪峰非佔比8.86，全飛拉動4.8；第3場2號領航才子佔比8.25，拉動0.83； 11號加州活力佔比7.78，拉動負0.41；第4場3號精算謀略佔比6.15，拉動0.32；第5場4號手盡佔比5.92，拉動負1.07；第7場3號無限美麗佔比6.68，拉動負0.33；第9場3號電源之軀佔比6.98，拉動負0.08； 9號騰龍四海佔比8.25，拉動2.11； 11號廚神佔比7.16，拉動1.81。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！
撳埋隔籬個鐘仔，咁有新片呢就會馬上通知你噶啦，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啊！唔該晒。